早晨，大家好，進一裝修，我係周生，今日同大家嚟到呢一個就係大圍美林村間2間房嘅裝修設計單位。OK， 咁就首先啦，大門嘅位置啦，旁邊就會係一組6尺闊嘅到頂 C 字櫃，係啦，咁啊可以放埋鞋啦，做埋鞋櫃咁樣啦，係啦，到頂 C 字櫃，旁邊就會係一個約1950闊嘅3人座位梳化嘅位置啦。OK。然之後，再旁邊就會係一個雪櫃啦，雪櫃嘅位置。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呢，我而家企喺呢一個梳化嘅位置，對住就會係一個電視機櫃，係啦，電視機櫃約4尺闊左右啦，到頂電視機櫃。咁好啦，呢一個單位2間房就係喺晒而家呢一個範圍啦。首先右邊第一間房木廊間房 ，OK， 咁啊趟門啦，趟翻過去右手邊。入到嚟呢一間房咁樣就會見到有一張4尺乘6尺3嘅地台床，咁啊挨牆邊啦，係啦，4尺6尺3，咁啊有少少床頭櫃啦，咁然之後好啦，喺呢一個床嘅旁邊亦都會有一個細細張嘅書台，咁啊要嚟放下嘢咁樣寫下嘢啦。咁然之後床尾位置啦，就會係有一個到頂嘅衣櫃嚟到間開2間房嘅。咁呢一個到頂衣櫃咧就係俾右邊呢一間房用啦。OK， 咁好啦，到左邊呢一間房，咁左邊呢一間就係小朋友房啦。小朋友房咧就係呢一個3尺嘅上床下櫃連書台嘅。OK， 咁見到呢一個虛線嘅位置咧，其實就係嗰個上床嗰個3尺出嚟嗰個距離啦。OK。咁啊，床下邊啦，首先左手邊就會有書櫃啦，喺個床下邊啦，然之後就會係書台啦，跟住右手邊亦都係書櫃啦，咁然之後褪翻出嚟喺個床下邊有少部分嘅床下衣櫃，然之後會再做埋一個到頂衣櫃，咁所以呢個床下邊嘅儲物亦都好足夠㗎啦，有衣櫃、有書櫃、有書台、有書櫃，咁然之後樓梯位置啦就會喺呢度嘅。咁啊，一個少少曲尺曲出嚟嘅樓梯櫃桶，咁啊上床嘅 OK， 咁啊呢度就係嗰間房嘅入口啦，係啦。咁啊2間房大致上就係咁樣嘅設計。咁然之後到出邊會有個騎樓啦，咁廚房咧就喺騎樓出邊嘅 OK。咁啊喺呢一個位置啦，咁啊做翻一個廚櫃啦，下邊係曲尺嘅地櫃啦，將來呢度會係煮食爐。咁然之後咧就會係曲尺過嚟，星盤就會係對住窗呢一個位置。咁然之後吊櫃啦，將來個吊櫃就係一字形打橫嘅一個吊櫃咁樣啦。咁啊呢度抽油煙機位置啦，係啦。咁好啦，跟住然之後洗手間就係喺而家呢一個位置嘅，係啦，洗手間。咁啊洗手間裏邊就冇咩特別嘅改動嘅，都係純粹一個洗手間嘅擺設，係啦。咁好啦。咁啊呢一個單位啦，就油漆就係翻油嘅，咁地下啦就會係鋪呢一個200乘米2嘅長條木紋磚 ，OK， 咁樣就今日同大家介紹係咁多，多謝大家嘅收聽收睇。咁嚟緊亦都會繼續有唔同嘅單位去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少少嘅裝修設計。多謝 ，thank you，拜拜。